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曹根貓啊。今個週末會去深圳住一晚，開箱華強北最新嘅酒店。呢間酒店11月先至啱啱開幕，未有人介紹過，所以同大家發掘下。我哋過關之後坐地鐵去到華新站，喺華新站 C 出口出，酒店就喺正地鐵站上面啦。上咗路面之後有個窿可以直行入去嘅，非常方便啊。呢間酒店名叫城際酒店，前身係擁有24年歷史嘅中洲盛庭苑酒店。自從變咗做城際酒店之後，入面係全面大翻新啊！酒店嘅大堂好大啦，有休息嘅空間同埋水吧。雖然話就話2點鐘拎房啦，我哋1點鐘嚟到呢都可以俾我哋早啲入住嘅。6樓至到23樓呢就係客房啦，咁有3部 lift 可以上嘅。我哋今日呢就係住10樓。間房嘅格局最左邊呢就係洗手間，前少少就係洗面盤，門口右手邊就係沖涼房。沖涼房對住嘅就係掛衫嘅地方，後面就係大床嘅位置。咁我哋就先睇下沖涼房，有頭頂花灑同埋手拎嘅花灑。咁沖涼嘅空間都算幾大嘅，花灑嘅水力呢就一般般啦，唔算好弱，但係亦都唔算好強。有我最中意嘅大支裝洗頭水、護髮素同埋沖涼液。洗手間呢就係好典型嘅格局啦，一次過呢亦都供應咗2卷廁紙。洗手盤嘅空間都幾闊啊，咁如果女士比較多個人用品嘅話，呢度絕對足夠你擺嘢嘅。有化妝鏡、洗手液、潤膚膏。拉開櫃桶就有晒個人護理用品，咁同大家睇下有啲咩啦。風筒呢就係1600瓦啦，感覺呢就係一般家庭用嘅風筒。我哋睇埋掛衫嘅地方，有浴袍、酒店嘅拖鞋。好啦，跟住輪到重點啦，就係間房。咁張床對住呢就有茶水櫃同埋電視機。我哋研究一下茶水櫃。有名牌水煲，咁水煲旁邊呢就有2支水同埋2隻杯嘅。我哋拉開埋旁邊嘅櫃桶仔，茶包咖啡。雪櫃入面有1支百事同埋啤酒嘅，咁就可以免費享用。電視機可以睇到無線同埋明珠台。張床都好大張啦，我中意床尾有張軟墊嘅長凳仔，可以坐喺度睇電視啦，又或者擺下嘢嘅。床褥嘅軟硬度適中，枕頭呢就正正常常啦，都 OK 嘅。床嘅兩邊就係燈掣同埋插頭位，可以直接插線充電。角落頭呢就有小梳化，而另一邊呢就係書台，咁旁邊呢亦都有插蘇位。觀景方面就麻麻地唔好睇，正正對住另一棟樓，有種壓迫感。喺窗嘅左邊呢，可以望到少少遠啲嘅風景啦。咁右邊呢，就係民居嘅樓景。間房隔音都 OK 嘅。好啦，關於間房嘅介紹呢，我諗每個角落呢都俾我介紹完噶啦。咁我哋依家呢，就睇下酒店有咩設施。酒店嘅6樓就係健身房同埋洗衣房，咁健身房就唔算好大啦，一眼睇晒，有3部跑步機、1部單車機、1部划艇機、1部啞鈴凳同埋多個唔同重量嘅啞鈴，有水同埋毛巾供應。健身房旁邊呢就係洗衣房。有5部洗衣機同埋5部乾衣機，咁啲機都算幾多啊，因為出面有唔少酒店呢只係供應2部嘅啫。咁亦都有俾大家手洗嘅地方，供應咗手洗用嘅洗衣液、裝衫嘅衣物袋。所有洗衣機都係自帶清潔液嘅，大家可以直接將啲污糟衫放入洗衣機，然後開機洗，咁就寫低翻你嘅房間號碼，掛喺機身上面，咁就可以走人噶啦。
店員就會幫你跟進洗衫同埋乾衣嘅，搞掂好晒呢，就會拎上房門口掛喺門柄。如果你咁啱去到啲洗衣機係俾人用晒嘅話呢，你可以直接將啲污糟衫同埋房間號碼擺喺污衣籃，由服務員全程跟進。有服務員跟進洗衫呢樣嘢呢，真係好抵讚啊！因為唔係每間酒店都有呢個服務。返大陸帶少幾套衫，咁個篋呢就可以多啲位放其他嘢啦。跟住我哋睇下位於酒店4樓嘅餐廳。餐廳會每日供應自助早餐同埋下午茶嘅。咁自助早餐呢，亦都有寫到嗰個熱門嘅時間啦。環境呢就好靚啦，好優雅。咁地方亦都係好闊啊，啲座位坐得好舒服。咁我拎房嗰陣呢，酒店嘅前台就同我講話，即場俾99蚊加入華住會會員3個月嘅會籍，咁就會送雙人早餐。換句話說，每人加49個半呢就有自助早餐啦。咁立下眼啲早餐都好豐富啊，同大家睇下有咩嘢食。有廚師麵檔可以揀河粉、手工麵又或者米粉。餸嗰方面呢，就可以揀肉丸、豆苗同埋菇。點心檔呢就有手工即磨腸粉。咁喺一籠籠嘅點心入面呢，就有包、燒賣，都係包、珍珠雞、豬肚同埋排骨嘅。食物嘅選擇呢，就中西合璧啊，俾大家望下西式嘅選擇。中式嘅食物就包括呢啲。仲有啲炸嘢。咁飲品嗰方面啦，就有檸檬水啦、橙汁、奇異果汁、藍莓汁，有花茶同埋自助咖啡機，有牛奶同埋穀類小食。咁早餐嘅選擇真係好多元化，而且望落去都係非常吸引。為咗個早餐加錢入佢哋嘅華住會呢，都係幾值得嘅。我最中意呢就係碗河粉啊，好滑啦，同埋呢嗰個湯底係好夠味。咁腸粉呢亦都係好滑啦，好彈牙。咁另外珍珠雞都唔錯，好多餡料。其他食物呢就不過不失，整體嘅食物質素呢係唔錯嘅。餐廳亦都有供應下午茶啦，咁就每人加68蚊。下午茶主要都係啲小蛋糕啊、小甜品啊、沙律等等。相比起早餐呢，下午茶望落去呢就麻麻地啊。如果大家想留喺間房叫出面餐廳嘅外賣呢，咁酒店亦都有3部送餐機械人隨時候命嘅。好啦，基本上呢，我哋都介紹晒成間酒店啦，輪到大家最關心嘅價錢。我哋2個人禮拜6晚入住1晚，價錢就係666蚊。喺拎房嗰陣呢，我哋就加咗99蚊人仔，入咗華住會3個月嘅會籍，咁就送咗雙人自助早餐，同埋可以延長交房至到第2日嘅2點。咁而家呢，我哋就出去酒店呢睇下周邊嘅環境。酒店行去大家熟悉嘅華強北，只係一條大直路啊，行過去只需要10分鐘嘅路程。好近酒店呢，就有一間超大嘅京東電器。今次嘅行程主要都係喺華強北嗰度 hea 下，同埋食晚飯。華強北有好多棟唔同嘅商城，集合咗全世界所有你諗得出又或者諗唔出嘅千奇百趣數碼產品，匯集咗全世界最識維修嘅電子工匠。今日我嚟到，每行幾步呢，就會見到一啲外國人。睇嚟華強北唔單止係中國電子第一街啊，可能係屬於全世界嘅電子第一街。行街之餘，大家亦都可以順便參觀埋華強北博物館，免費入場。
咁之前呢，我都曾經拍片介紹過呢個博物館嘅。咁當其時咧，仲要手機預約啦。咁但係依家已經係全面開放啊，好方便。咁大家只需要喺博物館開放嘅時間行入去就有得睇啦。入面嘅環境咧就好似去咗一個好現代化嘅博物館一樣啦，都幾啱帶埋小朋友去。博物館將華強北嘅發展歷史用生動同埋互動嘅方式同大家介紹，好多大家熟悉嘅內地科技巨頭都係華強北出身嘅，咁呢個博物館就可以俾大家細味華強北呢個咁獨特嘅科技搖籃。傍晚我哋嚟到華強北最出名嘅人氣鰻魚店深信。如果大家從華強北博物館行過去呢，只需要6分鐘。搭地鐵嘅話，可以從燕南站 C 出口出，一出地鐵站對面馬路就已經見到深信啦，非常方便啦。關於深信，大家一定記得我曾經同佢哋聯成出過布袋送俾大家。咁今年又有好消息啦，就係深信同草根貓再度聯成啊！今次會送2026年嘅座台月曆同埋年曆卡。而家只要幫襯深信，不論你嘅消費金額係多少，出示已經訂閱草根貓嘅 YouTube 畫面，就可以獲得2026年嘅座台月曆同埋年曆卡一套。每一台呢係可以獲得一套嘅月曆同埋年曆卡嘅設計，每一頁嘅文字內容都係我哋花咗無數個晚上嘔心瀝血製作。座台月曆仲有深信全年嘅消費券啊，咁個個月都唔同，咁大家可以直接撕出嚟用，夠晒實用啊！例如2026年1月就有50蚊嘅現金券，呢張現金券呢係冇任何門檻嘅，只要你1月憑券去深信食咗50蚊，直接將張券俾深信嘅店員，咁你成張單呢就會減50蚊。換句話說呢，你食完嘢唔使錢呢就可以走人噶啦。上嚟食深信就可以免費得到咁精美嘅月曆同埋年曆卡兼全年優惠券，咁大家記得要把握機會上嚟拎啦。入到嚟深信就見到好多芝卡哇嘅佈置啦，同埋公仔，成個用餐環境咧都係非常之舒服啦，同埋咧係冇任何嘅油煙啊。每一台咧都會供應韓式前菜同埋南瓜湯，咁就可以無限任添嘅。未開始食已經有咁多小菜，重點就係可以無限任添。特別一提就係呢度嘅南瓜湯，每日用新鮮嘅南瓜打出嚟啊，咁就有好濃厚嘅南瓜味。每一台咧都會有調味料嘅。出嚟食飯最需要就係紙巾呢樣嘢，咁餐廳都好貼心啊，包濕紙巾呢就係免費送嘅，咁都好厚啦，又有好多張。呢度有免費圍裙，咁着淺色衫嘅朋友都唔怕彈到件衫啦。餐廳主打就係食鰻魚，咁如果大家叫一條嘅話，仲可以去揀鰻魚添。今日深信嘅老闆話請我哋食飯啊，我哋就唔客氣，叫到成台都係嘢食啦。全程都有專人服侍，我哋只需要坐低慢慢嘆。首先食牛仔骨，咁見到有好鮮明嘅大理石紋同埋均勻嘅脂肪啊。處理嘅過程之中，嗰啲脂肪完全融化滲透晒，令到個肉咧係更加有脂肪油香同埋嫩滑嘅。咁啲骨真係好好選啊，食完唔會攝牙啦嗰隻。之後就係呢度嘅招牌活鰻啦。咁深信提供嘅活鰻呢係專門出口去日本嘅順德鰻魚啊，基本上呢就冇碎骨啦，同埋完全冇腥味，口感就係外脆內軟。飲啲鰻魚汁再整多陣，跟住配埋紫菜同埋蘿蔔一齊食嘅口感呢，就係恰到好處，唔會太膩，真係相當好味啊！齋拍鰻魚亦都各有風味，咁就視乎大家中意邊種食法啦。然後就有牛舌啦，咁新鮮嘅牛舌就好似呢一份咁，有淡淡嘅粉紅色，好肥厚，啲肉好彈牙，同埋有豐富嘅肉汁。跟
跟住就係厚切黑豬五花肉啦，咁見到肥瘦相當分明啦，見到啲油逼晒出嚟，真係非常邪惡啊！口感幼嫩得嚟又有彈性，肥而不膩，瘦而不柴。我個人就中意撈啲調味粉，再加埋生菜一齊食，口感更加豐富。如果你嘅荷包鬆啲嘅話咧，可以試下全場最貴嘅和牛天花板。咁睇賣相都見到好細膩、好光滑，脂肪嘅線條咧係好纖細啊，兩個字好正。不過提提大家啦，呢種和牛咧係比較多油嘅。如果你覺得好油嘅話咧，建議可以緊接住食少少濕嘢，中和一下。所以下一份呢，我哋就食菠蘿。飲品方面啊，我哋叫咗布打檸檬茶，咁就係用新鮮嘅檸檬打出嚟嘅汁再配紅茶嘅。我哋叫咗酒甜啦，咁就原汁原味飲到檸檬嘅酸澀味，啱晒我哋嘅口味啊！最後食埋雪糕烤麵包做甜品，為今餐畫上完美嘅句號。餐廳每晚大概隔個半鐘咧就有表演睇，歷時咧就係大約2至3分鐘嘅。咁呢個時間密度同埋表演嘅時間長度咧都係非常好啊！食一餐燒肉有2至3分鐘嘅表演睇下，咁就食得更加盡興啦。喺度再次提提大家啦，即日起去深信食嘢出示已經訂閱草根貓嘅 YouTube 畫面，就可以獲得一本由我哋親自設計嘅2026年座台月曆同埋年曆卡一套。月曆有晒格仔，寫嘢好方便。年曆卡咧就係 A5 size， 即係一半嘅 A4， 可以一目了然睇晒一年12個月嘅日子，非常實用啊！食餐飯有得拎走，咁大家記得把握機會啦。今日嘅影片都差唔多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。